旗艦店必爭之地，打造品牌，巔峰實力，鄰近崇光百貨、世貿中心、希慎廣場。物業矗立於全港最繁華的銅鑼灣核心區，核心賣點，單一全幢業權，提供無與倫比的品牌展示空間與營運自主性，完美契合旗艦店標準。龐大建築面積約4400平方尺，包含地下至3樓共4層，靈活運用商鋪與寫字樓空間。核心地段優勢，地理位置無懈可擊，鄰近崇光百貨、世貿中心、希慎廣場及港鐵出口，萬商雲集，人潮洶湧，無縫對接高消費力客群，靈活處置，可供出租或出售，為不同策略目標提供最高靈活度。投資亮點，資產稀缺性，銅鑼灣核心地段，全幢物業極其罕有，升值潛力巨大。歡迎查詢林先生或業主委託出售。